一秋，人儿来满送青云。白云一向紫禁城，明月映中四处流。好事啊，好事！
有？原来是少爷兄聚会了。哦，是少爷兄啊，失礼。少爷兄，莫非上京赴考来了？真是的，见考进领导，竟然他去首都拜访东浦丞兄啊！东浦兄这几天忙得很呐，他趁着大比之年，各地才子会见自己，正在为妹子选择一位四义郎君。挑选四义郎君。是啊，东浦兄有位妹子名叫小妹，她得下寺院，不图富贵，不从门第，要以斯为媒，以粉为聘。无论是谁，这须写成一篇诗文，在他苏小妹的船上，便可成为苏府的乘龙快婿呀！哎呀，喏，小弟我早已背下诗文，即刻去苏府就请吟诗啊！是我先这一步，倒是看这个。以诗为媒，以盆为聘。哎呀，宋小妹如此来才，真是可敬可佩呀！哎呀，这太过贵国女子，能有多大的才用？尽管拼命替天下才子的份上来了。如情不行，偏要撕他一死了。小爷相公为何难去啊？相公你无奈，为别昔日今夕问，且看他才女。
姐，我说得夸，我还没有你丢得夸你。再叫他们行做一些不中用的文章。你看，这里又是一篇，也不知是谁人写的。啊，是大家公叫我送来的，是一位姓包的少年名字所作。哦，好一位少年名字。待我披上淑女，也好让她少相些美女，多多些斯文。请父亲好了，女儿啊，连上来你读书吧，可曾看到称心的文章，心中还一滴神色啊？妹子，快向母亲报复西西，愚兄还等着和你的喜酒呢。兄长休得取笑，因困呢，这些文章竟是废纸一袋，一袋废纸。啊呀！这数百篇文章，难道一篇也不在你的眼里啊？儿啊，那方家公子的文章你小妹子批了，不知写的时候啊。那方公子的文章，真是世上少见。小姐呀，外等你接了他两句批语，并地在瓦上，胸中掏了苦。妹子回言说真相，对中的嘛谁刀枪，不想堂堂的自来公子，你在王城在当啊！
想你大姑儿孤身成儿孙，俱是当今第六世子啊！哦，女儿啊，你要早与大姑相争分谁之人，恐怕难早啊！那女儿宁可终身不嫁？哎，哪有女的不嫁之理？禀老夫人，方家公子前来拜访，是因为婚姻，这可是无谓的人家。他是他们去，且我们到花园去。哎，女儿，此子与老母亲，妹子，与老大姑了。岂不为娘宠坏了你？老官家，请公子开庭少如此。慢，此事不劳母亲细细，有孩儿初次见上。母亲，儿郎细细去。儿啊，你要一回的人家，不可伤了两家和气。孩儿知道。请方公子前来书房相见。是。圣妹之品语刀腕好看，使劲嘛！嘿嘿，我不在这批语上面加上儿子，来个颠场成金。轻松多谢。家父出门离归，不能迎儿公子，请多多见谅。哪里，小弟今日登门得来讨过音信，实见送上的那篇文稿，不知可曾披露？公子他走，小妹已经拜了。哦，还有两句话，也写在上面，敬请顾是此与老灵妹呀。比你才华少有，不顾他的补救。好事听了言，好听解明啊妹，此家路来赞美，他那里放心安虚有情郎，我这里文可以要他女婿猜呀。许婚礼定日黑，只需即刻为夫去，并到堂前大妹，猜猜当当，猜猜听来。妈，请公子稍待片刻。我点着成绩，一早
我龙点身夫人爱，兄妹去向喜血事，今晨用他可结为呀。兄有我们亲生，我这师兄不行，这是我家小妹容貌称人，恐不足当今国之先，难派高。外家成孙灵妹才貌稍显，东土秀真是容貌称人啊！小弟断断不信，令叔兄推脱之事。哎呀！我家兄妹都是其貌不扬，何况我这一副脸长得满水不虚，胸长此次，那胞妹也就可想而知。似乎到男有男相，女有女貌，灵妹怎不会有你这一脸的容须吗？虽不容须，却也各有千秋。当年我曾有事业用小妹征用，不知方公子愿听不愿听啊？愿听，请叔兄夸夸道来，请公子听仔细了。小弟一要是不便久留，就可告辞。那你我两家的联姻之事，联姻之事小弟在数月前乃与灵妹相配，请灵仙嘉许。要灵仙嘉许。此公子请便，请。好险呐，差一点许了一个错误。方策许啊，方策许，你从貌清才，哪里配得上我家小妹？禀大相公，门外有一童儿送来一卷文稿，来人可曾通报姓名？
这是有位家庭所有的公子令他送来的秦少友啊，是他来了，说听小姐事。有请小姐，秦少友啊，秦少友，我道你少年气盛，是只有缺送宝血之才，必须把夫家小妹方才眼里。不想你今日也送来文告，就请来了。大公，怪我何事？哦，妹子啊，这里有篇文告，你且看。又是什么无赖文章？不看也罢。哎，这是其他文章与兄思可太宽。这一篇嘛，一定要你亲自过目。一定你要快！妹子，你可要看仔细了。大姑，你倒要看仔细了啊！到底中与不中啊？当今风流才子，不配一当名，可惜汉苏公子不算王英一死。中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中了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结果夫人。
家头啊！杀敌本来大谋，难见其中精良。如今杀人他还了无音信，可见苏小妹妄称贼女，分不清文章有理呀！今个东坡兄要我再次相见，定是为了这份高之事，且听他真身对答。后衙师兄朱长义，投诉一曲，应承恩义。兄，请管，请走。啊，东坡兄呀，小弟进来不是为了何事啊？言你乃是聪明之臣，不妨猜查一猜。我们要小弟进来，跪上江边精神，吟诗作对来了。呀！此情的少年名字，也个个凄惨的很呐。少有眼力，现在让你前来，那是特异乡嘛。喏，他出头兵，事情完毕归上。哎呀，你妹好眼力，好文人呀，都得他土匪功夫，亲自听用。哎呀，狗孙不出手了啊！我家妹子恰是满腹经纶，颇有眼力。他批读了数百篇文卷，已从中先领了成功快许。哎呀，灵妹快中，未必成家，不知此人文章，东坡兄可人不谋？东坡自算带头。那此人文才是何啊？依我看来，事情的少年名字，此人可称第一才子，第一等神才。同辈之中，难道还有神比我更深的手的吗？请问东坡兄，此人真姓大名？实出此称，言地两位清楚。你是了半天，外面说是吃的名姓哦。
眼底不必实际，小妹对他的文采十分赞赏。喏，常写批，当今风流才子不得得当名字，可惜儿苏同志不算王英一死。当今风流才子不得得当名字，可惜儿苏同志不在王爷一死。能接上灵媒一年，以求愿你让共同吃醋，祝你为考一辈子。东坡兄是到哪里去了？
小牛当当女儿，岂能求助于小妹哟？哎呀，你呀！明天一早，我们全家要去东岳桃观音相拜访，你可坚持下来与小妹一会。哎呀，像我与小妹都是支持他立之人，夜晚因为其里陪人知晓，为什么要他闺中生育？我可还是不去也罢。好，既然是此，那就另门事情，告辞你。东爹兄兄非礼相助，满之了。不必客气，免送免送。请给小妹妹多多注意。许愿了，原来是实习兄听懂了。吹，很高。小妹弟，此来叫你乡里何喜呀？为了想你到底才是啊！想我到些什么啊？受小妹实习之子，他不能帮兄去找香港小弟，哪有精神？不过少有兄啊，请不惜之鼓掌。可知苏小妹上有美中不中，此话怎讲？苏小妹虽是才华出众，可惜其貌不扬，出人不比。这是婚事一桩啊！此话当真？这东府兄听亏给我说的呀！什么？他还有事引苏小妹的容貌呢？no，比出定论，三不破啊！我就先到花堂先。既为是泪不归，眼眶生死两套血。东坡兄果真是这样说的呀！我是骗你，天地不容，少有兄啊！真兄是江乱的命啊，是娇妻理应三心思，怎能匆匆迎翠幕，将得一去成相思？堂兄此言差也，话无法人没家用，神不把谁好疯子，我今小妹才有高，怎能他容貌也如此？他归国文章成亏损，真真我将大一去生小臣，真兄实话须三思，郎才女貌不来呀是，一根出身无终身，自称大错要后悔。说什么一根插在我终身，自称大错后悔时，少有他去送小妹，换成眼皮女才子，深深的梦一直念，此结婚来你多真。少有兄啊，我好意相劝帮少有兄三思。依我之见，还是接受配料这门亲自为好啊。少爷没有自己自愿做，至于东坡兄因小妹容貌的诗句团顺，不能当真呐。苏东坡来婚礼要是当今有名的才子，他的话真是不能当真啊！哎呀，你又糊涂了，实话是实话，做事
话大热心，你有人见过有些字这样大的些骗呐？又是爸爸塞钱财，你有人见过是吃场的爸爸哟？你惹得不穷夸大也有的字句，不作为信，小妹容貌端然，不为是此丑人，纵然是实，我也绝不分他。哎呀，是此谁？我吃了手动铺的，为了，哎呀呀呀！哎，是真是假？明日早起去东岳道观简单一件，就是分晓呀。我何不来个调虎离山之计呀？我就是这个主意。啊，少爷兄啊，婚姻之事嘛，小弟人说戏言并不当真啊。小弟谨慎的来想法，明日照顾的商业名士已在宁死楼去外帮少爷兄家之父为。哎呀，如此认为，小弟理当点出大学也为你，小弟明日公会告不送不送了。记得叫武林三去明日道观为官方才经是师兄弟见，小妹容貌每处都有吧？这是他那本人我必人面试，啥子也是虚的夸张引用之词。哎呀，这便是不是好呢？明小妹接到东岳道观惊吓，我不当面一死啊！哎，我也为得了东坡兄岂能言而无信？何况是师兄已让我前去不为了。有了，我不来过两面之计呀！真是容貌那关美玉处，才有剧本加红针，自己当面是本人，去做脚掌给半生。想着这厢有理了。相公，你哎呀！
叫那眼中羡慕呐！哎呀，这罗大爷貌似弱，监狱众多，为狼去走，也是叫我到哪里去找他哟？我去到哪边找去呀？能请我上交公子，我也不必前言，不必前。这乃是红尘一段而会是今朝与我的同村，而来聚心。哎，我何不巧思小姐？那今朝由于苏小妹这份东西，我在送的婚事程序而上。
眼眶生是两套线。哎呀，小弟，这是哪家不与你开玩笑的事？我去理他观察时候，哎，苏小妹啊，苏小妹，这道你是天仙美女，原来是个纯女。今日间更就不看什么凌晨之恩，真可笑你的才华。他竟问什么请我来了？哼，枉不该杀，竟怪骂起我家小弟苏小妹。才女难嫁，漂亮的才子请少有。是他，哼，我明明天秀下一家论证。哼，你只说为凭，该此母非假是真。天公神已在，香酒花必开，花开时有枝，引得春风来。今天管理他出神。金少爷，你好气人也。金轮高也是变成了情侣间上一狂生，我也人门口夸你谁也高，我也人双子体恤众生，我也人一把妖精手指引，我一人对衰思念，人衰人，开笑开悲始终情，越可玩笑莫强分。小姐，你这是把他叫完去大仙姑啊！前面可知说不小姐，听到有理，听到有理了。小姐，刚去了一部广生，又来了一部风高人。现在小弟进了决心高照，愿发誓悲。道长此刻化愿回起临门，难救不死。不论这个人长再是名家呀，哎呀，可惜火气太大。本小弟雪中才郎，换成九当天花，苦喜苦吼。听道人夸奖广路，真是何等加油，可恨可恼。才是名家非得是，这是将我说成狂怒，恰是为何？小
小弟莫要生气，还望指点明白。为你道人，父来自少年寡此难负责了。我比他便死了不成？小弟莫要生气，还望指点明白。好他休得啰嗦，死了你也无毒。怎么？小弟买醉，道人随客。小弟，你那广东人王定是吹气相等。小弟，大姐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这位出家人也真喜欢多管闲事。告诉你，秦少爷是个轻浮的浪子，奸诈的刁徒，不知理智的狂生。不信小弟呀，那谁想这把孙子与他一刀两断？
妹抗出城里，想那金少游，谁知小妹竟出来刺少下，但他亲口对我演讲，却不前来与小妹相会。更何况金少游自私得理，怎会当面责骂小妹，言语是此低劣。真是小弟我，你还是警官来了，警官来了。你见到小妹了？我见到了。哎呀，你呀！我在小妹面前将你夸得千好万好，谁知你竟……哎呀呀，你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话说？哦，到顺风啊！高死了！
或许将我等其他我少年寡此一狂生，你不给青皮本高一生相许我少爷。母亲，这便是何时好？母亲慢慢吃来，实在见生肖滚天一声声，那方家起来没这包家门。什么女儿不嫁心上云，那方公子愿做东上明心生。母亲，女儿一代贤母婿，与他当家怎不配婚？那没人生，女儿生花房公子，三娃少女讨良生，听比婢女事才，一字四文做美珍。母亲，婢女本自大不给其人用，她做媒人，不像那当当方公子，四子多定家当真，不定天上有定阳，不在天花谁呀生？是啊，为娘也不愿将你嫁到方家，这是堂上年事未尽，一来他实有斯文为美，二来要是恼怒了他那做高官的母亲，谁
伤了两家和气，只怕与爱你大哥而不见人。是今那位美人为泪水场上，我叫你他孤山替他追击，为娘他生而来，与儿一起商议定国之意。母亲，以女儿之见，你切去为夫来人，就是女儿为那秦少玉之事心情烦闷，用7天之后再做答复。7天之后，谁可再问一次？不了7天，女儿立即去示请弟弟速速为父再领旨意。好，为娘言是这个旨意。不过此事需女儿亲自前去为话，来人方可相信。妻儿速去客厅放下旨令。唉，好端端的婚事，却被秦少玉害苦了。气冲冲一把要进怀中。
小姐找不到，偏要去救他，随他之龙，不把他抽进丢到大街上去。小爷，放下。那这把算是怎么办？就他死人这副样子，难道就算了不成？哎呀，你嘀咕些什么哟？相公，这个怨气，相公咽得下去，母亲咽不下去。哎，我要为相公吃了这口怨气。
七月是老婆家，表弟叫你修得与人争吵。哎呀，哪里是我与他争吵呢？哦，启禀小姐，门外有一童儿，俺要藏进院来，老奴叫他来时，他比他臭大闹，不肯停息。恰是为何？这是要我家陪玩他什么东西？岂必可笑？哼，此人不如丢鬼骗死不来，把他关了出去。且慢，你且去问过明吧。是，老奴知道了。的丫鬟，让我当了他的面，马上小妹几句，对，哼，嘿，话一声不听，你从小陪你为万岁喜黑，四岁郎君四开分子，那几年的是范围，望世俗成美女，于是一副高山若天要是。小黑看战杀出来，金怪不离去哪来？也在宝茶地屋里，东当场面是一切。哼！我不去官府告你，你倒反而来告我啊！你去告吧！告诉你，我家相公啊，叫我小叶，小叶，哎。你家相公也是胡人哦，闹了半天，你还不知道我家相公是谁呀？你听着，他就是被你们爱得好苦的金少云。这金少云的死的，我这个相公的名字，他到反而又生气了。哼，一定是理亏了，心也虚了。金少云是哪种人？他的童儿也不会是个好东西，让我把他滚走才是。喂，什么金少爷不金少爷的？他小心啊！小弟，小弟，我俩你就是树，哎呦！叔父小姐，我找了你3、5天了，你说你凭什么撕了我家相公的孙子？你什么亲孙女孙宝贝孙子？你知道吗？我家小弟为什么要将孙子撕了？孙子是你们死的，我怎么会知道？这几天我常在思量，金少爷文凭高超，人品却又如此低劣，今日能见到他的童儿，也可问问清楚。童儿，你去问问你家相公，那天在东岳道观，他跪了些什么？我家相公到东岳道观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哦，我家相公但是讨什么呀？你也生出来了？到底是谁女？好眼力啊！喂，你把话说得清楚啊！什么清楚不清楚啊？反正你们与我家相公一起一刀两断了，谁也不用，还是别为孙子要紧。快点！当人与那
金少玉又是何人呢？哎，又是何人呢？哎，要是那个金少玉不正是逃生，小弟的亲事不早给神空了吗？亲神空了，那方家也就死了心了。对，小弟，我还是快去找那个金少玉当面问问清楚。你我都是女儿家所轻易去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小弟，还是叫大家公去寻那个金少玉。上次那广路真是金少玉，叫大家公再去找他，岂不是他们去？哎，小弟，还是叫老夫人爬过人去仔细问问，这等事情，岂是旁人能问得清楚呢？等前生既言道，公子我不要得为贤妻，为贤妻。这次朝廷为师，今少有孤尊得中上用，方才我已向他当面道喜。一来嘛，团听他在婚事的同情；这二来嘛，也表我方下去，乃是自私特里有情有义之人啊！就是在这里，两位客官，想必也是向秦相公无锡来的吧？无锡昔日早就来了，昔日早日
传开了。是啊，昔日早就传开了，是从秦襄公高中少尉，无锡的人啊，从未退过。刚才他又送走了一批，哦，也快回来了。他的童儿怎么不见？哦，这几天小也忙得不可开交。哎，我去把他找来啊，不得了。随便问问，并无要事。哦，客官，走走。客官，这把孙子，那是秦襄公的心爱之物，从不肯轻易接受问赏，请不同岁啊，不得便加关照。哦，客官，请用啥？两位客人等儿都是了，太下是。没错啊，这位就是秦襄公秦尚远啊。太下真不是听少爷，这位臣兄，举目秦兄大名得来拜访，小弟尽可明目正在，羞于通报姓名。必姓贾。哦，原来是贾相公。请走。这两位客官实话颠三倒四，羞羞答答，好不有趣哟。相公，我到门外头去，也是得官叫我啊，多加小心。景兄，你我曾经见过一面，可还记得？我也来师承啊，为么样世人见过，怎么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了哦？呀！景兄真是贵人多帮啊！那天在为师之日，我带着童儿与景兄迎面相遇，只因匆匆迎考，理解面带啊！近来小弟身处黄昏，女事急忙，万请原谅才是哦。哎，景兄，辛苦这种青天上月，为我儿子探险，闷闷不乐啊，一言难尽呐。在这上春天气，这王中便是这对门啊！人见弟兄方法一用，不知可否啊？小水一往，不用也罢哦。小弟自就两封拿不水儿好不妨事的，那就请用吧。景兄，是我。哎呀，好一把美孙，可惜，只可惜呀！
我俩子情有明的喜，这破帅情有我不讲，真是你能明的喜，一并没衰两对分，终于远对是啊有因，今日贵中女儿手，四岁胎人喜缘恨，家兄手啊少平真，你真是4岁就是贵中人，啥比经过女儿手，这水面蒸流胭脂痕，你说是子孙曾经女儿手，可知此人心何明？啥问此人心何明？说小妹便是4岁人。听他言听有子的有子根，管他道世人相见与那谁。此刻少爷送上他，莫非是终于逃关4岁生？亲兄因我不成真，莫不是归期今日爱上人。必是少于爱上人，想起此事只有恨。举目小妹才有神，虚实莫辨我你丫头身，那一日竟想摆不去逃关少爷我你怎么样啊？我为是分财反逃生。那有风老人真的是他。哎呀，苏小妹啊，苏小妹，爱不了思乡门的归中寻，尽算是为定法的言不听，以为儿讨我少爷才有高，以为儿骂我少爷是狂生，以为儿情义是何在，以为儿心灵就是病，他闺中才女心中傲，少爷我也必不是这样成。
黄连苦半分，赢得今日好机缘，今人你人素真的，只怕他人情无奈心一痛，茫茫家人变粗心，倒不是欺瞒上外相思罪，先是他一缺心生，家与人锦绣啊，锦绣啊，锦绣你不懂受气凌，小弟分言心也分，私让家里切切来，恩爱何须欺压人，东陵余为怪家女，丁丁月里是出丈人，仁兄啥有仁儿义，小弟做嘛你爱红尘，他上门做吧以后才倒不是陈三配对关同理啊，家兄啊，家兄在里面的多少月份，当时乃那云彩，如今是小雷天门少有情，我也愿的灵敏心怀记清净。你果真答应了？果真答应了啊！你绝不反悔！哎呀，君子言称善，绝不反悔！你岂不是为了小妹？哎呀，小妹她能问我，难道我便不能问她？行，好气人耶！少有眼力的工厂员，东坡的来不行，东坡兄来的真好啊！快来监工这位假相公。假。我的罪人你来相信兄和喜来的，你不是也来了吗？你们也是真的吗？七日长沙，万所心得很呐。你们干嘛？小弟公子，小弟公子。我原来是他们，哎，对不算是，对不算。你呀，你陪那假相公骗了。
去吧。今夜我
天儿说去通报小弟，这少员公进先王来了。哎呀，天儿说去通报小弟，请你家小弟出营啊！你姑爷，小弟暂不出营啊！姑爷，你也且慢进啊！这是为何啊？小弟也姑爷姗姗来迟，出了3道题目，出了3道题目，要你答出之后才能进得先王。哎呀，真是好事多谋啊！相信的东王花子之言，还要诬陷过3关。好，天儿死里胡太阳，姑爷你等着。相公，我催你早点回房，你偏不听，现在可上到新夫人的滋味了吧？像你家姑爷落山的为3事作对，莫要说他3道题目，即便是3不到，也奈我不到啊！天儿，考便考，这3个班在又是何意？什么意？要是我生的都不忠于那么怎么样啊？姑爷，他日生的3不忠，难与小弟成婚配。我从虽然考到状元，还没经过这样厉害的考官呐。啊，天儿，快出第1道题来！姑爷，请快。相公，你要小心才是啊！姑爷，请快。这个弯弯鸟连环套，小姐要你点断成4句诗。哎，
想你家姑爷那是大大的才子，为他爹不能这失去小事啊！谁开了？哎呀，此乃是一生的事啊！举目听郎家乱真，家乱真是也不成，是也不成花文药，成花文药举目喜。亲爱，是去教育小辈。小弟呀，小弟，先拜无为，我不怪你。今日成亲，真是怪恩之深呐。相公，苦水谁空，一切便中，外缘不中的道理。姑爷，小弟生你第一道题中了。我什么那有不中之理呀？快出自第二道题来。出自第二道题。第二道题嘛，自古灯谜，两气不大一个人名，姑爷请看，猜不猜错了啊？若拜崔仙女，脑海一怒发。哎呀呀呀！上次别人来猜，定难猜中，可是今日我儿却是不怕哟。你们听了。替仙女反应最小，哭成小妹。哪吒本是个动儿，他去闹海岂不是少爷啊？相公，快些！哎呀，那小妹啊，小妹，你可出得妙啊！把你我这一代恩爱夫妻吸进去了。姑爷，姑爷，小弟生你第二道题也中了，还怕不中了？哎呀，3个了！啊，天儿，你看天色已晚。这3道题我给中了2道，想这第3道题更是容易啊！天色已晚，常年公要进山忙去了。小弟立下的规矩，岂能更改？姑爷不做出第2道题嘛，今夜请在俺下歇息。哦呦呦呦！小弟失尽了威风，连你呀也生气起来了。快出这第3道题呀！也挺快。这第3道题嘛，倒是不难。小弟出一上联，只要姑爷写出下联，对个对字，对得工整篇，可赢得美就进入心房。哎呀，像你家姑爷6岁评为习事做对，还怕对不上个对之处。闭门推陈长殿月，哎呀，容易呀！可我回避了行哦。姑爷快些呀！哎呀，相公，话会交出来，谁不进心忙了？哎呀，你们莫要猜呀，让我仔细的想一想。闭门推陈长殿月，此副辈子，终于是难背呀！闭门。哎呀，这题目太难了，只怕相公过不了这一关。哎呀，我就怕他逃过9倍。
姑爷似乎登地天不胜在嘛，原来谁让这铁锅事也是如此之难哦。我须对着公正，方能显出我的本领。闭门退阵，苍井云。对，怎么想得好好的女儿又忘记了？哎呀，这副对子，这叫我真是难得呀！闭门推陈，苍井月，苍井月。哦，有了！哎呀，哎呀，这纸上的水珠是哪里来的呀？喏，都这里，你下来的啊！惭愧呀，惭愧哟！小妹她一到树林面前飞，我难以了举桥啊云飞，记得我层层海水日雨下，黑中这里原来了嘿。凭空交卷，哎呀，哪容易哟！哎呀，不可啊！我虽无论谁让对子，定要被小妹吃下。我这上元公的脸上还有什么光彩？不可，不可啊！阿庆儿，你去通报女家表弟，就是女家姑爷满腹情人，我定这一定精神。今日要写出1秒家具，让你家小弟开开眼界。周家长花是我上，直到如今有成家，金榜的中状元红，推进小妹女红妆，手着将高贵重，只怕是只根高来去根芽。
了啊！哎呀，小姐，你这一走，那姑爷怎么办呢？过桥四更，你就桥下考卷。过桥四更你要敲卷，哎呀，好远的考卷啊！你们推测长殿院，长殿院，哎呀，长殿院。见到雨，一直莫作观堂望。恰是那这次空堂难飞翔，未见眼里纯美气，无一人头子随风飘。夫人头上的水，头上积水。永续貌不扬，
我龙点身夫人爱，兄妹去向喜血事，今晨用他可结为呀。兄有我们请生，我这师兄不行，这是我家小妹容貌称人，恐不足当今国之先，难派外家成孙灵妹才貌稍显，东府学真是容貌称人。小弟断断不信，令叔兄推脱之事。非也，我家兄妹都是其貌不扬，何况我这一副脸，长得满水不虚，胸长如此，那宝妹也就可想而知。师傅道男有男相，女有女貌，灵妹怎不会有你这一脸的容须吗？虽不容须，却也各有千秋。当年我曾有事也用小妹征用，不知花公子愿听不愿听啊？愿听，请叔兄夸夸道来，请公子听仔细了。怎么样啊？小弟要是不便久留，即可告辞。那你们两家的联姻之事，联姻之事小弟在数月前难与灵妹相配，请灵仙嘉许。要灵仙嘉许。此公子请好行啊，差一点许了一个错误。方策呀，方策是，你从貌清才，哪里配得上我家小妹？禀大相公，
门外有一童儿送来一卷文稿，来人可曾通报信？这是有位家庭所有的公子命他送来的。请稍有啊，是他来了，说听小姐事。有请小姐，请稍有啊，请稍有。我道你少年气盛，是只有缺送宝剑之才，必须把夫家小妹放在眼里。不想你今天也送来文告，本本就请来了。大夫，关我何事？妹子，这里有篇文告，你且看。又是什么无赖文章？不看也罢。哎，这是其他文章，与兄思可太宽。甚至小妹才貌双全，既然后果趁此良机，你独方圆啊！这几天忙得很呐，他趁着大比之年，各地才子会见自己，正在为妹子选择一位十一郎君。挑选十一郎君。是啊，东坡兄有位妹子名叫小妹，她的下寺院不图富贵不从门第，要以四位妹一分为聘。无论是谁，这须写成一篇诗文，在他苏小妹的船上，便可成为苏府的乘龙快婿呀！哎呀，相公 ，no， 小弟我早已背下诗文，即刻去苏府就请吟诗啊！是我先生有度，都是谈这个。以诗为媒，以盆为聘。哎呀，宋小妹如此来才，真是可敬可佩呀！哎呀，这才一个为国女子，能有多大的才用？尽管拼命替天下才子的本章来了。哎，如情不信，偏要撕他一试了。小玉，相公为何难去啊？相公你无奈，为别昔日亲戚们，且看他才女，
秋，人儿来满送青云。白云异乡知前程，明月映中此处立。好事啊，好事！去求亲，一直奔高做他妹。天
说得夸，还没有你丢得夸你。再叫他们新做一些不中用的文章，你看这里又是一篇，也不知是谁人写的啊，是大家公叫我送来的，是一位姓包的少女名字所造。哦，好一位少女名字，待我披上淑女，也好让她少相些美女，多多些斯文。亲父亲罢了，女儿啊，连上来你读书吧，可曾看到称心的文章，心中还一滴神色啊！妹子，快向母亲报复喜喜，弟兄还等着和你的喜酒呢。兄长休得取笑，依我看来，这些文章竟是废纸一代，一代废纸。啊呀！这数不篇文章，难道一篇也不在你的眼里啊？儿啊，那包家公子的文章你叫妹子批哟，不知写的时候啊，那张公子的文章，真是世上少见呐。小子呀，外等接了他两句批语，并地在瓦上，胸中掏两步。妹子回言什真相，对中的马谁刀枪，不想堂堂的对公子，你在王上谁当啊？
不想当妹子。呀！想你大姑二姑生辰二寿，俱是当今第6岁子啊！哦，女儿啊，你要早与大姑相等分财之人，恐怕难早啊！那女儿宁可终身不嫁？哎，哪有女大不嫁之理？禀老夫人，方家公子前来拜访，此来听为婚姻，这可是无谓的人家。这他是他们去，亲儿，我们到花园去。女儿，此日与老母亲，妹子，与老大姑了。这个为娘错怪了你。老官家，请公子看听少如是。慢，此事不劳母亲细心，有孩儿初次求母亲何当细细去？儿啊，你要也会的人家，不可伤了两家和气。孩儿知道。请方公子前来书房相见。是。少母妹子品语当晚好看，死尽嘛。嘿嘿，我不在这批语上面加上儿子，那个殿上成亲。轻松多谢。家父出门离归，不能迎儿公子，请多多见谅。哪里？小弟今日登门再来讨过姻亲，只见送上的那篇文稿，不知可曾批了？公子他中，小妹与敬拜。哦，还有2句话，也写在上面，请请过。此次与老灵妹呀，比你才华少有，不中他的补救。好事听了言，好听写明啊妹，此次家路来咱妹，他那里放心安虚有情郎，我这里文可以要他女婿猜呀。怎么灵妹出相爱，陛下许婚定日黑，这须即刻为夫去禀告